你敢有载迄 MBK 啊去学校哈？有啊是哦，啊你 MBK 啊内底敢有足侪 MB 咧？有，迄5支是无共款的 MB， 去无共间店买。我想要甲猫咪撸的顶头。啊你感觉 MB 是安怎来的？MB 是用机器做，你着爱去有一组 MB 的工地，啊了后内底有足侪员工，会使做，会使教。毋知有人会当带阮去找会晓做 MB 的人无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，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煮5针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跟着阿公，找人上盖工。金少，你看，看啥物件？等啊！你看，阿文送我一支 MB， 真水哈！嘿，这看起来袂歹咧，这花草真好看。对啊，我嘛想要送一支 MB 给阿文呢。啊，毋过毋知要送倒一款花草较好。阿高，我感觉咱用做一支阿高出任务的 MB， 就会使四界去送咱的朋友啊。嘿，好啊，金少，安尼你紧甲我讲 MB 你安怎做？啊，这我嘛唔知呢。啊无，咱去找人斗相共。安尼，咱是毋是爱传真一个 MB， 啊甲熟了哈？一支一支画，安尼是要画到当时哈？金少你，金少，人呢？哦，对了。第一个线索 MB， 第二个线索机器。今仔日要找的 MB 高人，就是文具工厂的厂长。秀任厂长伫文具工厂已經8冬啊。工厂一工會當做8萬支 MB。做一個 MB 高人，要有責任感，甲解決問題的能力，甲公司當作因兜，甲同事做伙用心打拼。听讲有人在找我。哎，厂长你好，我是金少。金少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阿高。阿高你好。厂长姐姐，我甲金少，阮想要做一支阮阿高出任务的 MB， 你敢会使甲阮斗相共哈？会使啊，你想要做啥物 MB？ 看你我才听看你安怎讲，我才叫阮同事大家甲你完成愿望。好。阿高，安怎？你要看我画无？我有画你哦。你看，这是你，这是我。啊，还有这侪物件哦，焊镜、地图、手电、珠光针，哇！啊，你画啥哈？你莫硬偷看啦！阿高金少你画好咧。厂长你来，我画好啊！你看，我画个足水，足有路的哦。哦，有影真水，但是画伤济啊，迄笔遐细支无法度用去哦。厂长姐姐，安尼你看我的，你看我画了比金少较好呢。你看哦，这是哈。阿高，哇，你若这厉害啦！不过我小可看无你咧画啥呢。阿高，你要画的物件要有人看有，毋是干家己看有哦。因为咱这是要阿高出任务要送人的 MB， 所以为了人看有才会知。不要紧，我敢若带恁来看别人安怎做 MB 的阅读，啊，互恁一寡想法，好无？很参考。哇，这鉛筆足濟，佮足水的呢。哦，这 MB 竟然阁会使摕来抽签呢！
这个鉛筆试水，互人一看，就想到菜市仔的果子蛋。我知影要安怎設計啊。哦，安尼会使啊，爱设计是会使，但是哦，肯定嘛是爱甲阮新管，咱小讨论一下。啊，因若是讲无问题，咱就会当做。哈，我就是厂长，你讲 OK， 鉛筆就用開始做啊。毋是啦，我讲 OK， 但是阮现场足侪状况嘛是爱现场的一寡主管有无？啊，搁咱一寡新管，因为阮看阮的排程，看到会当有时间的问题啊，啊，搁有力量的问题，啊，搁有你图的问题，是咱即摆爱对一寡小看对毋对，嘛是爱甲恁有要做的人，爱小对，嘿，爱对，啊，你看遮偏红色有无？你看遮。嘿，我看到这啊，色水的号码啊。是。我有一个问题呢，安尼这鉛筆，该用做这荧光色的哈，较光的迄种的，金丝是安尼。爱时间，过来就是你爱做的量爱大。金丝是，那咧发光安尼嘛会使。较难呢。较难哦。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要发光，咱就用电力球啊就好啊。哦。看无？啊，毋过荧光色会使。会使，但是迄种是较特殊的。爱有时间。啊，时间了后，阮爱搁全部爱搁落去定调，毋是咱咧色水出来。色水出来，爱搁咧看过。但是你赶时间，我看可能。你应该做会到，我看外口都有。有啦，绝对会使，但是就是爱时间啦，时间较长，因为你赶时间较。好啦。我是建议你金蕉黄色的就是水的啊，免叫我黄嘿。免安尼伤光啊。对，免遐光啊。好，安尼我知影啦。要做新的鉛筆，唔但要确定制作的过程无问题，嘛要分配生产的机器甲时间，开花开线，刷落来就会使开始做鉛筆啦。鉛筆到底是安怎做出来的？鉛筆芯要安怎放入去插头内底咧？敢讲是爱用手甲鉛筆芯一支一支插入去内底，还是有一种鉛筆球啊？鉛筆芯原本就生咧球啊内底。这我知，请看 VCR。咱鉛筆要開始做就是按木棒，咱咧愛挖頭，你啊看棒啊落來，啊就愛入心啊，心一條一條。像你要做鉛筆是哪有心？嘿，你看安尼就是安尼兩塊嘛，內底有心啊，甲兩啊你看你心，你嘛袂當挖傷大哦。你看你這空若挖傷大，是毋心就落去啊？啊落去就變無心。安尼有心對無？安尼有心有。啊你看白白，啊有加。哦，內底是加。啊心甲加連做伙。嘿。嘿，啊甲咱這個合到陣，啊是毋對啊嘟嘟啊好？對啊，對啊，一空一空。安尼，啊個個連到陣對無？做伙。愛加是愛時間才會加。哦，愛擱等偌久？愛等一下。所以這就是放一暝以後打去的。對。啊打去了，咱愛甲拔開，啊再去看，看一支一支啊。啊即擺要圓的對無？咱就切圓的，啊若三角咱切三角，若要六角就六角。切出來直接就迄個形。對。伫遮甲大家整理一個重點，茶棒變鉛筆進前是一組3到1節，2片茶棒夾鉛筆芯，佮用大台的鉛筆架，甲鉛筆一支一支寫出來。插頭式的鉛筆，背書是拄出世的紅衣仔，攏無穿衫呢。青椒姐姐，这位哥哥伫咧创啥物？伊咧揀一寡品質較歹的鉛筆出來。哇，啊是倒位做了无好哈，我哪看袂出来？看袂出來哈，我調你看，來你看哦，你看這，看袂出來。啊你感覺這好啊歹？是好的啊。哪有好，攏裂開啊。啊。迄心甲邊有無？若手會去刮到呢。啊。所以這種品質是無好的，啊緊掉，啊咱才袂佇做好的時陣，囡仔用到的時陣才袂去刮到手，知無？啊，安尼真無彩呢。袂無彩。無這鉛筆，敢會使互我哈？袂使哦。歹，阮攏會統伊囥到陣才去做廢。奇怪，這箱甲這箱的鉛筆，哪會無同款？這箱是圓的，這箱是六角的，是安怎要做無同型的鉛筆咧？金蕉朴素朴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金蕉。
鉛笔有足侪无同款的型，咱常常看到圆的鉛笔，好摸阁好看。来做一个实验，你若无注意，伊就会练无去哦。三角形的鉛笔上好摕，小朋友拄咧学压笔的时阵，上适合这种大支的三角鉛笔。朴实我上介意这种六角形的鉛笔，放在桌顶袂胖去，读做伙阁好收。你阁看过什么型的鉛笔咧？我是Dr.金蕉，再会。插头色的鉛笔都真好看，是安怎要甲因插做白色的？无得卡，是鉛笔规支白苍苍，看起来较歹食。安尼虫才袂来食鉛笔，也是讲甲伊画做白色的，就免惊日头晒，较袂晒哦。嘿嘿，拢毋是哦，请看 VCR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爱家穿衫，穿安尼才会水。白色的内底对。衫，啊，因为咱做的色有时较鲜艳的嘛，嘿，所以咱下啊爱拍这白色的。白色啊，你有的，红的、黄的，嘿啊是毋是看较会水？哦，啊，你看这，你看这已经片搁断啊，啊，你敢知啊？这几届？这毋是一届就好啊，无，又去搁转啊，去搁转安尼哦你来。想看这是足侪毛细孔。对啊，啊，你若白色的落去的时阵，啊看瀑布，哦啊，你先爱水，啊哦袂足均匀所以要的啊。走几届？总共要走7届。 7届，遮多。对哦，哦，啊，7这麻届烦了，哦。咱就色才变啊，才光，遮光遮啊，白。才巴水。哦。经过机器，甲油擦前擦去你鉛笔面顶，擦好胶纹，就敢若囡仔穿内底衫同款。不过囡仔的内底衫只要穿一领，鉛笔的内底衫却要穿遮尔侪领。喂，厂长姐姐，你讲安怎？这位哥哥伊是咧从啥物哈？伊咧搅白色的菜，啊，白色的菜，对啊，白色的菜是安怎爱搅哈？当然啊，爱搅迄浓稠度啊，啊无迄若伤菜若伤高有无？咱笔会黏做伙，笔就歹去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对哦。啊，厂长姐姐，是咱遮哪会有讲情啊声？员工爱休困啊，讲真啊声讲落去，就是员工会当小休10分钟的，爱去啉水啊。哇，那遮尔好，嘿嘿，咱嘛紧来休困。好啊，咱来去休困，行。行。金蕉阿狗，做人上解讲。即马是休困的时间，我带大家来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赞哦，甲身体放好轻松。阿狗 ，music，无问题，Go！叮当，做伙唱，人物来去出人物，金蕉阿狗，哈，小就出人物，嘟嘟嘟嘟，即马是要去倒位？走走的，紧哦唔通搁说，咱是要去要去佚倒位佚佗。佗，行行的，到底来熟悉，无同款加咯的头路。功夫爱画出来哦，功夫做伙画，咱若看我目镜，认真做伙看来看哦。师傅来啊，无，有师傅的撇步，哈，马路我下永久厉害，有了。要安怎甲白色的笔变水咧？敢讲爱逐工甲笔换衫，今仔日穿西装，明仔载穿运动衫，啊是爱一支一支豆豆啊画。不过安尼就袂用去换衫呢。阿狗，你讲到一半，请看 VCR。咱比赛完了爱去应会，再去咱讨论的这有无？应会有三色对无？有三个色，啊，就有3个版，有蓝色的对无？啊，嘿过来就是有黄色的，黄色你的的，金蕉，啊，还有这个对阿高，柑仔色，柑仔色对。啊，这三色是安怎甲迄这豆油印去鉛笔顶啊，因管？为咱这油墨吼，就是爱设计，嘿啊，你迄棒做好了，就是讲什么色就去滚什么色，啊，哦，你其他就袂去
你袂黄色的，甲干嘛色混到面啊？所以是足侪色安尼，是洗一粒，设一个单吼。啊，你来看下，有无？出来就是拢好啊。诶，咱的比做好啊呢，让看卖。对。哇，伫遮，我就是对比好。哇，你看，对阿高处理物的笔，你有想要滴无？足水的呢。是哈。要甲鉛笔做无共款的多样，除了甲花草引起的以外，也阁有其他无共款的加工方式。外口衫穿好势，咱的鉛笔就要完成啊！哇，这就是我甲金蕉设计的鉛笔呢，有够高水的啦！我要紧来算看卖，有偌济支？1、2、3、4、5，哦，安尼一支一支算，要算到当时哈。啊，我是算到倒位？啊，我真算啊啦。1、阿高，你在创2、3。啥？啊！我即摆做好鉛笔，到底是有偌济支？你安尼算伤慢啊！你要算啊，当时拢算啊火去啊，对无？安尼算伤慢，阮才有2米7，安尼就是1路，算只，啊用到尾就25路，安尼你知无？安尼较紧无？哦，啊路是啥物？金蕉朴素朴，大家好，我是 Dr. 金蕉。你敢知影啥物是螺？螺是鉛笔工厂咧算鉛笔的单位，大家拢知影，一打是12支，1螺有12打，总共是144支，一大螺有25螺，安尼拢总有几支鉛笔咧？你敢算会出来？哇，这鉛笔足高水的呢，我足介意的，我要紧摕去送互大家。等一下，咱阁有上尾一步，爱甲鉛笔包起来。因为鉛笔较到消磨，咱较罕伫咧买高一支鉛笔，所以爱甲几落支鉛笔包做伙，包好水水，内底鉛笔芯嘛较袂断去。5、4、3、2。阿高拍拍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伫我边仔这位是厂长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厂长阿高，你好。姐姐你好。你好。哇，天啊，有足侪好料的哈，哇，足澎湃的呢。看来这拢要请你食的。哇，我就是你一个人中昼拢食这侪物件呢。无遮好啦，是你阿高啦，唔才有通好遮好，遮侪好料通好食。是感觉足奇怪的啦。啥物奇怪？啊，遮侪菜，啊，你敢若放2个盘啊，阿高你不爱食哦？唔是，你母唔对去安尼，是我表现甲真好，舅舅姐姐嘛表现甲真好，所以我们2个来遮食物件。无啊，无我是来做。你无赢过你哈。我先食啦，我先食，我无赢先食。过你啊。阿高，阿高，哦，我找你规半晡啊，原来你遮咧困哦，我困到流嘴烂。披萨搁还一块啊，不过伤饱。金蕉阿高，我要来顺工店，你免做伙去无？好啊，安尼我甲阿高叫起来。我看莫甲叫啊，喙暖流到安尼，互伊继续困，咱家己来顺啊，好无？金金蕉行，咱来去顺。好啦，行。行。咱开始顺工厂，这是阮的库房。库房。对。哦。这就是阮全部好的物件，拢爱送来遮。啊，要送去全省的盘商，还是店面啥，拢是按遮出去的。哦。对。所以你看拢是文具哦，你看这，全部拢是对无？所以每一个位拢有一个产品，所以都有一个产品。对，你来看。安尼我会问你一个问题无？这看，遮尔济站，你敢知影啥物物件拢放在倒？你敢知？我无法度每一项拢知，因为因仓库人较知。啊，毋过吼，这区大啥你？我知影。你知影大啥？哦，这区做大啥？你敢知？啊，这区就是我拄仔讲的圆珠笔的，啊，佮种荧光笔。你等一下，我来看卖。这荧光笔哦。对。哦哟，哦，你厉害啊，这个圆珠笔啊，你家摕看我对唔对？这什么色？柑仔色。柑仔色。红色柑仔色。对。
真的嘞，哇！真啊，你讲你咧顺的时阵，你拢咧看啥？我拢在看啥？对哈。第一，我爱看因放了有真济无，有垃圾无，乌白蛋无，啊垃圾仔有收无，啊，过来就是我会去检查看伊备了对无？哦。对啊。看伊安尼放入去数量敢有对？对啊，但是这有专对啊，因为你这若拢放啊真济的时阵，是要摕时较好摕。嘿，还是讲呢，我若用乱的时，你是要摕啊较开时间。嘿。所以咱今看真济要摕就直接摕起来。哦。真少人嘞。哇，这片饼就水的呢！哇，今朝甲唱牛姐姐是走去倒位？在做色笔的包装，安尼。会使。安尼拢会。有感觉呢。有感觉。哦。对。有卡有卡。有卡吼。毋过有淡薄仔啊，走去啊，黄金。第二个。黄金。你免看。恢复。好，行。来去地下室顺停车场。哈？是安怎搁爱顺停车场？啊，我看员工有照位咧停无啊，还是乌白停啊，会乱啊，对不对？这嘛爱顺。对啊，安尼咱唔才有规矩，安尼咱的停车场唔才会整齐。厂长逐工拢爱甲工厂内底顺顺看看的，大细项代志拢爱注意，连停车场嘛会亲身去顺，无怪逐个所在拢足清气、足整齐。金少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哦，阿高，你总算困饱吼？阮工厂已经顺10个了呢。我食饭饱都爱困啦。哦，阿高，你安尼体力袂使啦。你看人厂长，逐工咧巡工厂，一直行路，一直爬楼梯的，你应该伫伊身躯边训练体力。啊，这我无法度啦。你感觉文具这物件伫咧心目中是代表啥物？是叫宝啊！那宝啦。所以我有人管理的时候，我讲我为什么会把这间公司当做家己公司？因为我若无甲当做家己公司，我做啥我拢会唔甘愿。但是若是我家己公司，我是啥物拢甘愿。当做是所以家己的。你甘愿的时候，你做啥你就成啥。所以你真正介意这间这头的原因是？我因为我当做厝内啊，所以我会做，大家拢做啊，足有精神的啊。因为我感觉咱做工课就是快乐，安尼咱才会介意，才会做会久长。所以我做工课是感觉讲，我感觉甲厝内大家斗阵，互伫咧共同做一件代志，所以我就大家拢会做啊足快乐。所以我这个工课我甲大家，我拢甲阮头家讲，我要做啊退休哦，你也要做啊退休哦。你甲我同款。做一支鉛筆原来遮尔无简单，咱逐工写字画图的背后，拢有一群人的用心甲拍拼。对插头、笔芯甲油擦印花，每一步拢爱认真。我看到秀金厂长，逐工拢足有精神，每一个工课拢爱熟手，才会当协助大家进步。甲工厂当作家己的厝，甲员工当作厝内的人，做伙甲每一项产品做甲好，这就是上大的责任甲爱。厂长姐姐，我甲金少有找了一项礼物，最适合你的，要送予你哦。等下，你摕出来，真好啊！这是插头味的精油呢。哦，拄好阮做目工拄啊好呢吼。对哦，放轻松，搁较有精神想你的头路，互大家安怎较进步。你若看到这罐，就想到阮两个，就会用继续拍拼。好，我定定想恁两个。